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德山镇，国民健康署伫全国22个县市积极推动老大人健康的促进站，即摆选伫德山镇的中央社区成立，甲老大人健身俱乐部做伙启用，好老大人透过器材训练，保持身体健康。德山镇公所结合中央社区的银发健身部开幕仪式举行4大健康促进站记者会。在这个期程里面，会由健康促进站的人那一堂课来这边上，那让他们体验这些重训设备，那同时也让这些长者可以就是去试用看看。今年计划总共有10个社区参加，未来4大拢会当来遮运动。公所嘛会继续争取成立4大健康促进站，达到在地4大活化目标。可以看到，大家社区对一个长者的一个照顾都非常想要尽心尽力把他照顾得很好。我想说，我们明年还在增设2个一个点。透过4大健康促进站的成立，利用健身器材训练筋骨，互因愈动愈少年。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